最后一个部分是口语表达。在这里呢，考生必须要依照您所听到的题目以及指示来做出相关的回答。有时候回答的内容可能会依照你个人的经验、事件以及梦想或者看法等等来回答。首先，它有2种类型的题目。第一个的时间比较短，回答时间大约20秒，这个有2题。那另外一个时间比较久，回答时间有2分钟，它有1题。首先我们看到回答时间只有20秒的简答题，它会提供相关的题目来问您，然后你再依照题目的内容找出关键点来回答就可以了。首先我们看到考型1，回答的时间大约只有20秒，考生会听到用客语来问您，那你再依照它的题目的关键来做出相关的回答。首先第1题，同學測完下課後強下教，唔過唔想愛進步下，怎樣辦學習團體營呢？這裡我們看到，他是在同學是邀你放學下課以後一起出去玩耍，可是你想回家，那你要怎麼很客氣的來把它推遲呢？回答的時候，你一定要牽扯到家裡面的人事物，你才有辦法來客氣的推遲這個邀請。所以我們提供了一個參考答案，跟他講說：什麼唔嘅邀請，唔過我哋今日嘢我帶我去買學用品，我要做下櫃快些啦。在這裡，我們有提到我們是我媽媽，但是我們同樣的，你可以提供其他的人稱，例如說阿公、阿婆、阿爸，那不一定是帶你去買學用品，你可能是要幫忙打掃家裡，或者幫忙處理家裡的事情，所以你必須要早一點回家。但是最後呢，你有很客氣的跟他講不好意思，拜謝啦這個。所以我們再念一次參考答案：什麼唔嘅邀請，唔過我哋今日嘢我帶我去買學用品，我要做下櫃拜謝啦。第2題，台灣係水果王國，香港可能最好食嘅係乜嘅水果？係因為乜嘅原因？我們看到題目這裡，它第1句說台灣是水果王國，你最喜歡吃的是哪一個水果？這裡有提到台灣是水果王國，所以我們應該是要從題目裡面的台灣來挑出一個我們台灣有生產的水果。那你提到這個水果，他問說你是什麼原因喜歡吃它，那你就必須要針對這個水果來回答。你不可以喜歡 A 這個水果，可是呢講的原因卻是 B 那一種水果。所以這裡提供了一個參考答案，請大家參考。我最好食嘅水果係西瓜，因為甜食熱嘅下係有西瓜好食，而甜甜有水分多，清爽口。這裡我們有提到，我喜歡的水果是西瓜，西瓜是台灣非常有名的水果，而且為什麼喜歡吃呢？因為在天氣熱的那個時候，如果有西瓜來吃，它吃起來甜甜的，有很多水分，非常的爽口。所以我們提供了一個參考答案。我最好食嘅水果係西瓜，因為它甜食熱嘅下係有西瓜好食，而甜甜有水分多，清爽口。以上是考型1，接下來我們看考型2，它的回答時間有2分鐘。那問完您之後，他會給你時間去思考，那你在以個人的經驗，還有你經歷過的事情，還有你的夢想看法來發表。同樣的，他在問您的時候呢，他是會以客語的發音來問你。例如說這一題，日薄嘅東西見起價，工錢有冇增加？唔知道愛加班來稱得嘅收費，還係準時下班享受生活品質。像講可能也看法，我們可以來解析這一題的要求。這一題他提到的是東西一直漲價，更起價，可是你的工資工錢又沒有增加，你是要加班來多賺一些錢呢，還是想要準時來享受生活品質？這一題的答案呢，它不是2分法，不是非得加班或者準時下班這2個2擇1，它有時候你可以選擇偶爾加班，偶爾準時下班，所以這個題目可以依照您個人的經驗來發表。
您个人的看法，但是回答的时候一定务必要用客语来回答，不可以用其他的语言或者其他不是你报考的腔来回答这个问题。以上是我们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口语表达、口语测验的题型。